请问吼，啃老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啃老，米寿这边是蹭老，蹭老，蹭老哦，是安那蹭你知道？骨头啊嘛，嘿，咱迄蹭就是，在这边蹭这个骨头啊配下盖，这边蹭个配几啊骨头啊配下盖，你敢要蹭老人的皮，连老人的皮拢要甲蹭下盖就对啊啦哦，就有迄个形容迄个画面呢。是因为啃嘛，啃就是蹭啊，哈，对，所以米寿这边是蹭老。哦，阿雄我这边是客老。哦，蹭甲客其实差不多。嘛是摕一块肉起来，我咧客，就是甲食好清气气安尼。是听过应该是拢老一辈拢讲客老。客老，较早细汉时阵，出来食饭嘛，对。啊，阮出来时代拢会讲，啊，你这骨头甲蹭互清气，蹭互清气哦，蹭互清气，蹭咧，啊盘就会使收啊。我是感觉蹭老是蹭，就是我是感觉。较有啃的迄个动作了，最好听这啦。客吼，甲蹭吼，拢是咱咧食物件的一个动作啦。啊，这个客听着较粗残，因为咱一般讲客是讲伫肉骨顶面吼有肉要甲刻落来，所以甲迄个骨头的顶面的雕伫骨头顶面的肉拢甲刻落来。是。啊，这听着较恐怖。啊，所以结果是，咱调查的结果是，蹭老的吼有65%，哦，啊客老有34%。哦，所以比较上，大家都感觉唔通较粗残，蹭得好，莫甲客。